乡亲牛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看好消息，这是世界12强野球赛，咱台湾队昨昏头一场比赛就拍赢。昨暗，咱台湾队以6-1拍赢波多黎各，靠中一个打击王林立，伫咧第一局就摕到2分，加上先发的江少庆到6局只失掉1分，到打拢兼顾，首节开红盘。 球数现在1好球1坏球，这个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打得相当的结实，相信中华红不让台湾。伫第一局就讲做正平外野的2分炮，虽然伫咧官办的热身赛5个打数拢无安打，不过伫世界12强预赛首战，林立大力一攻，替中华队先提分2-0。球数现在是2好球没有坏球，野上跑者走了，这个球投手自己接住。 这是一个 nice play 非常快的一个反应呢。不过在这个半局，波多黎各是追回了1分。空中掠脚，甲球收入去手度化解危机。担任先发的鲁比投手江少庆先发6局，被攻出3安，只拿61分，是球队赢球的关键。伫第5局时阵，波多黎各首比失误，中华队这局就摕3分。 林立这时候摆出短棒，做了一个触击，这个球传再来不及了，传一垒嘞，球掉出来，这时候3垒上跑者看机不可失，冲回到本垒得分，2垒上的跑者绕过了3垒，这时候2分，靠着精准的选球，国家对手的失误，中华队一口气又搁摕2分。上3垒的林立，尾也是靠着所得的中外野高飞球，走在中华队的第5分。 这一球打到反方向，但是刚好在游击手的位置传偏掉。这时候跑者通过3垒回来，第2名跑者在3垒啊，这时候是被挡住。到第6局，中华队张志豪第2出局了攻出安打，波多黎各连续发生失误，和中华队各摕1分。最后将场中华队6-1拍败波多黎各，今仔日就会对委内瑞拉，若是赢，入复赛机会就变大。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12强野球赛，咱预赛是伫咧 B 这一组。台湾队28个选手平均无28岁，虽然过去比有较少年，也毋过拢真在打。人讲老的老步定，也毋过这阵少年的嘛无较当下。女美的大前辈王建民教练随时拢伫边仔指导，不三时也过甲因笑一个。传球甲接球练习的浪胖，卖甲队员来开讲。 印第安人队3个投手江少庆1分以来，第当感受到队内气氛真和乐。这一批选手都很年轻吧，然后大家的拼劲都很足够，然后跟每一位选手都很认真。像我们平常放假有安排到放假，然后大家还是自主会来到球场自己做多余的训练这样子。 28选手，敢若10个人超过30岁，平均的年岁是27岁7个月。13个投手平均的年岁是26岁7个月，因为大家拢真少年，就随佚佗做伙。 向尾抓队1个23岁投手林凯威，会当讲是这届中华队内底糖酸丸啊。大家都很嗨啊，对吧？只是他们比较，可能我们有人先开始，他们才会那个。少年球员拢真有活力，其他的队员阁有吴金良、王胜伟、林铁栓、郭彦文、陈俊秀这挂国际比赛经验真济选手。教练团认为气氛已经调啊，袂去管伤济。年轻球员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嘛，就是速度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那怎么去发挥这个优势才是最重要的？看他们都是有时候老少都会这样交头接耳的啊，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或许是一种传承吧，我也不知道。面对波多黎各、委内瑞拉，还有日本3支真强的队伍，洪一中总教练讲，这届比赛什么人袂紧张，毋过就是甲球员讲，想要去想结果，甲家己的本分做好，赢的机会就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11月份啊，也毋过也有风台。哈龙风台已经变做强度风台，赢过哈吉北，加做今年上强的风台。也毋过目前看起来对各国拢无影响。也毋过伫咧南海，也有一个新的风台，是今年第24岁风台，叫做纳克利。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伫咧南海的风台纳克利，拜四明仔载开始会影响东北季风，所以算的讲起来嘛是对咱台湾有淡薄仔影响。提醒乡亲明仔载 开始温度阁会降低，雨嘛变较粗。若今仔日呢，东北风有较减弱一寡，所以这方面落雨的范围会变较细。只有伫咧东北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暂雨，其他的所在
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温度方面，今仔日的温度有较悬淡薄啊。日是北部高，还有宜兰、花莲高温是27度，中南部、台东高温有31度。要搁早暗也是较凉冷，低温伫咧18度到22度，所以若有出门嘛是爱早外套。即摆天气变寒，照理来讲应该较无猛啊。啊，毋过高雄伫咧拜一，佫出现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是一个60岁住伫咧凤山的妇人人。卫生单位呼吁乡亲也是爱设置天狗热。防疫人员来处理检查探病源，而且厝药啊防治，每一个所在拢真注意，因为高雄市佫确诊一个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个案是住伫咧凤山区60外岁查某人，20月2日疫情警报解除无到2礼拜，嘛叫外界质疑是防疫破功。防疫工作来讲的话，可能专有名词没有破功这2个字啦。那对我们防疫的人员来讲，大概只有没有疫情，面对疫情要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在处理的过程里面，相关的措施要如何去落实？卫生局表示，防疫工作无破功的问题，敢若有防疫工作敢有做好。今年对高雄来讲，确实是较困难的一冬，因为10月份甲去年比起来，雨露较侪，温度嘛较悬，寒天较烧热，互拖白蠓的活动力也是佫真悬。佫加上东南亚天狗热的疫情变悬，若是境外线入来个案进入社区了后，就有可能会变做本土疫情。再起嘛，伫凤山一块空地找到水池，会处罚地主3000至1万5的罚金。今年改用那个气罐式的，连的全部都是，然后他们就说啊，那2缸呢啊，三面回都给我们撕掉。面对厝药啊等等的天狗热防治，民众大部分拢愿意配合。啊，毋过嘛有人因为毋知影流程，所以就用贴布甲家具规个封条咧。防疫人员过来甲伊全部拆掉，无采大家的时间。建议要通知厝药的时阵，爱顺续讲到厝药的流程，啊，佮爱注意的代志，减少上好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即个季节拄好是诺罗病毒当咧发作的时阵，疾管署表示讲，国内最近群组感染做伙防患着的人有变侪，而且通报的量嘛比去年加较侪。据4个礼拜，我们总共有通报了36起的腹泻群聚，是来自于校园，主要是国小和幼儿园。那其中呢，验出最多的病原体呢是诺罗病毒，占16件。诺罗病毒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跟发烧，而且很容易在校园当中引起全班同学有这个大概1/3甚至1半的小朋友都会因此中奖。疾管署讲，全国咱台湾这4礼拜有接到55例群组感染的通报，其中有36例是伫咧学校做伙防患着感染的。疾管署讲，这款病毒真够患着别人，不管是几岁，拢会去有患着。镜头是讲会吐，佮会流，嘛有可能会发烧、头痛、规身躯酸痛。高雄市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在台协会甲经济部办人才循环带领联高峰会，经济部长讲，伫5年计划内底，这期间会投放出头路费来增加双方的交流，建立台湾、美国两边的人才库，两国卖分享产业高阶的技术。来看中国时报，2024年时，中兴大学附设的高中，这高中生有发现一粒比海王星更较遥远的小行星。在国际天文学联盟最近就正式接受咱高中生家己号名的提案，甲这粒小行星号名号做极龙。来看联合报，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杀人，上山火车头嘛发生过爆炸案。交通部即马有设智慧型的影像监测系统，只要是警方要抓乌名单，伫车站内底出入，就随会通知站务人员。也毋过这一款做法敢有侵害到隐私，嘛有引起讨论。来看立法院昨昏三读通过《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现任的军人即阿兵哥，若是有啉烧酒、赛车弄死人，而且毋是头一摆，上当会当判无期徒刑。假使伊是驶公务车，也是军用车，判刑会判搁较重。配合今年5月份，立法院三读通过刑法修法，啉酒赛车搁再犯第4相关会当处无期徒刑。立法院初5三读修正通过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针对现役军人啉酒赛车累犯害人死亡、加重刑度相关会当处无期徒刑。
这次修法的通过，可以有效的遏制军人酒驾的噪声，以及防止现役军人刻意散布不实谣言。条文修正了后，明定现役军人不饮酒赛车，经过有罪判决，或者是原起诉处分确定，5年内搁再犯害人死亡，会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害人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条文嘛增订，若是饮酒赛车驾驶的是公务车或者是军用动力交通工具，会当加重其刑1/2。为了阻止假新闻，现役军人若是广播、甲电视、电子通讯、网络或是其他传播工具散布军事无正确消息，加重其刑1/2。那立委拢表示，饮酒赛车无法度忍受太多，因为酒驾，真的是希望零容忍。所以这样的3读通过，我们表达这个同意，也支持之意。有关军人散播这个国防不实消息，比如说他说什么样的战车在台湾没办法用，好，或者是说哪一个军事基地有什么状况，那结果证实他是散布不实消息的话，这些都可以处罚的。李俊业讲，为了打击散播假消息，政府已经修正通过真济法案，另外空军宪法修正案更是其中之一。未来会完成其他配套修法，希望会当阻止假新闻。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大桥放气断过了后，开1个月时间，即马断气的桥昨已经总拆掉。交通部讲3年内会重新把桥起起来。下晡南方澳渔港的渔船出入，嘛是爱伫我细闪过机具。暗过尾暗6点过后，渔港航道就开放断桥进前的通航情形。港务公司伫拜日头早将最后一块桥面板吊起来了后，旧的南方澳大桥正式行入历史，开始重建。经过水下摄影之后，完成最后所有的清理工作，然后恢复所有全部的航道。交通部表示，南方澳大桥过去虽然是观光地标，但是地方反映周边的建设无够，较歹发展，所以这届大桥重建会串联渔业甲观光，同时间进行港区改造，资本有过3档完工，希望有机会提早。那是应该为断桥事件负上大责任的台湾港务公司所提出的检讨报告和处罚建议，和代理当作为交通部政务处长黄玉林退回，认为追究责任要溯及既往。港务公司所送上来的这个检讨报告哈，它只有针对这一次，并没有溯及到先前几个时间点，都是作为我们厘清责任之后会惩处的依据。那目前我们代理董事长黄正次他已经看过这个报告，那退回要求重新再做检讨。交通部要求港务公司至少要追溯到7档前，伫年内的养护管理状况，要求港务公司上班伫年底进前一定提出救济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牵手李嘉芬，伊去台中替因翁拼选战的时，伊讲：这武器伫咧学校教，伫咧学校学是无采资源、浪费资源。昨昏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这款讲法是迫害武器的价值，爱因把话收回去。我是想，我哋做的讲台语啊，我好好讲台语，那是。所以我们在浪费一些资源，我们不会把家长的力量拉进来，能够在家庭做的工作，不要来到学校做，学校要做家庭没办法做的事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伊的家后李嘉芬已经唔那一摆公开表示，武器应该踮伫咧厝的家己学，学校唔免教。这个话唔那互新住民妈妈徛出来抗议，要求因回息咧。本土教育团体也批评教育专业唔是互政客安尼争来争去。请身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位韩国瑜先生，不要忘记。在戒严的时期，我们的家庭传承文化、语言的这些功能是如何的被国民党的这种威权统治的同化政策给破坏掉了。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更加口说，国民党无重视2009年马英九执政时期所推出的国际人权2项公约，保障人民应该爱有使用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权利。因为即马咱一般咧讲的所谓双语，拢敢若想着讲华语甲英语叫做双语，其实咱应该是爱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讲咱应该是本土语言的双语，或者是本土语言佮加外国语言的双语。虽然韩国瑜和李嘉芬一直强调，因主张推出中英双语的政策，不过本土语言团体表示，袂使因为安尼就无重视其他语言发声的权利，因毋望母语的价值会使被走掉咧，唔好倒退路，消灭母语文化的普世价值。记者阿敏珍、夏基文台北报道。
在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英国伫咧10月底，才发生讲有39个人关死伫咧冷冻货柜车内底。没想到希腊的警方测试，阁发现一台有载41个非法移民的冷冻货柜车。警方拍开货柜车的后斗，一阵偷渡客伫内面，全部是男性。希腊警方测试伫希腊北部城市科桑斯执行路检的时，查到这台冷冻货柜车内面载41个人。好在这货柜车的冷冻系统无运转启动，所以无再次传出甲人关死的悲剧。但是有8个人出现喘气困难的症状，已经互人送去病院治疗。警方嘛逮捕来自乔治亚的司机，初步检判，这个偷渡客敢若是来自阿富汗。警方认为货柜车是对土耳其入境希腊。对查背后涉案的集团，希腊自2015年开始变成中东非法移民入去欧洲各国的管道。希腊政府嘛得到欧盟24亿美金的协助，将差不多35000名的非法移民安搭伫爱琴海海峡岛屿的难民营。但是难民营根本无法度容纳遮侪人，所造成难民营伤客烧、环境垃圾，佮不断传出暴力和放火的事件。Απλοποιεί και συντομεύει τη χορήγηση ασύλου στους αληθινούς πρόσφυγες, δίνοντας προτεραιότητα στα παιδιά και στις οικογένειες, στις οποίες μάλιστα παρέχει αμέσως πρόσβαση σε υγεία και σε εκπαίδευση.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希腊全国目前有超过96500位非法移民。希腊国会顶礼拜通过新修订的移民法，计划要伫咧今年底进前，将岛上的部分移民迁徙去希腊本土之外，嘛要将无符合庇护资格的非法移民赶赶出境。10月23，英国发生震惊全球的冷冻货柜车39个尸体的命案，死者大部分是替中国寄护照的越南偷渡客。越南政府测试表示，佫掠到8个敢若有涉案的人士。Khởi tố vụ án và đến ngày hôm qua báo cáo với Quốc hội, chúng tôi đã bắt giữ 8 đối tượng có liên quan đến đường dây này. Chúng tôi sẽ làm nghiêm và thực hiện theo đúng ý kiến chỉ đạo của Chính phủ và Quốc hội. 目前总共20个人因为案件当咧调查，并无公布因的名。另外，越南外交部长官嘛出发去英国，会和英国警方合作，比对 DNA 和手指头纹，确定死者的身份。甲家属斗3天，将遗体领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禁毒民法10月初5实施，甲打满1个月，昨昏有人挑故意伫电影《美怪客》的面具行上街头抗议，示威者霸占大路、破坏店头，香港警方冒出动水炮车赶人。大声喊着“光复香港，手牙膏”，代表5大诉求。真侪香港民众戴着电影《美怪客》面具，聚集伫尖沙咀8周年纪念花园。虽然知影可能会被抓，也是要做。因为伊要抗议港府强推禁毒民法生效满1个月。Come on the street and tell the government and tell the crowd that we are still insisting our 5 demands. And then I think today's action is kind of an experience to trying a new form of actions of protest. 一开始的时阵算平和，不过有一寡示威者占据弥敦道，也个破坏几多间尖沙咀的店面，港警用水炮车清场。伫透早了，示威者继续伫咧将军路尚德村过节，伫咧吹示有一位来声援的大埔大学生，敢若是为着要闪避警方的催泪弹，自将军路一个停车场的3楼摔到2楼，到昨晚也未脱离危险。有人伫东正街甲东明街菜路档，并且等汽油弹，差一点去等到现场的记者。防暴警察到现场了，射催泪弹赶人，街头袂输敢若战场共款。总计禁毒民法实施1个月以来，港警逮捕307人，其中21个人被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咱要选总统，美国嘛要举办总统大选，时间是明年11月初3，甲打剩无1冬。现任的总统川普嘛要拼连任，也毋过伊即马当伫咧防组弹劾调查，无遐尔好食困。美国2020的大选，初3正式进入倒达1年的时间，总统川普已经决心要来拼连任。不过最近说到乌克兰门的争议有牵连，联邦众议院已经通过对川普启动弹劾调查的决议案。上新公布的证书内容表示，5月份向换掉的，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尤凡诺维奇向调查委员讲，家己受到保守派媒体还有川普新北的攻击。嘛原来知影川普想要甲伊逼退，不过随去互川普来否认。I really don't know her, but if you look at the transcripts,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as not a fan of hers either. I mean, he did not exactly say glowing things. I'm sure she's a very fine woman. I just don't know much about her. 为这打讲说，川普搁一届因为家己甲乌克兰门的事件有牵连来发冤枉，而且要求甲个别的人公布出来。So once I released that call, I released a very detailed version of that call. All of a sudden, the whistleblower's report was incorrect, and the whistleblower seems to have disappeared. 川普来肯塔基州替现任的州长拜文来竞选造势时阵，共党的参议员保罗搁指控因的对手民主党的拜登伫卡脚来操控。川普伫边仔点头表示同意。The whistleblower needs to come before Congress as a material witness because he worked for Joe Biden. At the same time, Hunter Biden was getting money from corrupt oligarchs. I say tonight to the media, do your job and print his name. 甲川普大家拢伫咧媒体头前顶风尘比起来，民主党伫咧大选的这个期间看起来就无遐尔抢赢。时间干了剩365天，嘛互部分民主党的人愈来愈烦恼，到底什么人会当赢到党内初选，打败共和党摕到胜选？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度最近的空气有够歹，观光的景点泰姬玛哈陵已经互鹰野杂甲强要看无。管理单位即马更较烦恼的是，这是栋白色的代理石建筑物会因为空气污染变色去。起伫咧17世纪的泰姬玛哈陵，传讲是蒙古的帝国的皇帝沙贾汗为了要纪念过身的看守所起的。因为有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吸引真侪游客。不过最近印度的空气品质有进步，本来正白泰姬玛哈陵，因为空气歹，煞规个看起来普普，游客爱戴喙烟，大家拢真嫌。पॉल्यूशन तो वैसे बहुत है क्योंकि हम अभी ताजमहल विजिट करके आए लेकिन फुल फॉग था कुछ दिख नहीं रहा था जस्ट पॉल्यूशन के वजह से ये सब हो रहा है So I actually think the air pollution is pretty bad. Since we landed here on Friday and it was pretty bad. It was hard to look outside. 泰姬玛哈陵因为多年来受到氧化、空气污染甲游客伤侪伤害，已经出现变黄变乌的情形。今年又拄到3年来上严重的空气污染。当地政府出动空气清净车，维护各个地区空气的品质。तो जिस एरिया में पॉल्यूटेंट बढ़ता है वो व्हीकल उस एरिया में जाकर वहाँ पर जो एयर है उसे प्यूरिफाई करता है और 8 घंटे में 15,000 क्यूबिक मीटर एयर。泰姬玛哈陵所在北横邦一个附近的省份，每到秋收的时阵，就农民烧农产种地，和空气品质更较歹。印度最高法院伫咧8月就传北横邦的地方首长积极空污改善的情形，谴责因只个人推责任，无提出有效的办法降低空污。有报道讲，地方政府为着选票唔敢得罪农民，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各方面提出具体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伊拉克最近有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虽然因的政府已经把网络撤掉，也毋过少年人、少年家总是有法度爬过墙，找到网络连出去，而且把各种消息压出去。巴格达街头的示威抗议，自10月初一开始到即马拢无停。这阵伫咧2003年海山下台了成长的少年世代，不满贪腐官僚繼續掌握政權，造成世界率攀升、健保體系崩潰，人民的生活越來困苦。因 FB 動員進街頭，雖然當局要禁止使用 FB 加 WhatsApp， 也甲網絡切斷。不過抗議民眾改用一檔加密的 Telegram 互通消息，用手機記錄抗爭過程，佢再透過 VPN 並搶方式，將消息傳到全世界。أكثر من بوست نزلته باللغة الإنجليزية حتى تعرف الناس جاي يصير بنفس الوقت وبنفس التاريخ لأن السلطات الحكومية دائما أخبارها تكون عكس التظاهر 这一个月来，伊拉克政府用真正的枪支、催泪瓦斯加水条对付抗争的民众，至少造成250人死亡。反政府示威的少年人唔能靠家己的力量，将暴力顶下的真相传送出去，也希望大家看到因是和平抗争。إضافة إلى أنه نحن ننقل صورة الحياة، صورة الرسائل التعايش، رسائل السلمية اللي موجودة في ساحة التحرير من أهازيج، من هتافات، من توزيع الغذاء، رسائل السلمية اللي موجودة داخل التظاهرات。伊拉克死刑犯的人口少年人占6成，不过政治阶级无啥重视因的声音。虽然因的行动已经造成死亡威胁，不过犹原坚持要利用社群媒体对全世界发声，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做出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科学家伫咧科罗拉多州找到大麦绝食期了后化石，研究判讲恐龙消失了后威胁无去啊。饲养的动物因的体型伫咧70万年之间变大100倍。伫咧6600万年前，南受一粒小行星弄到地球，造成恐龙的灭绝，人类即马就可能无法度控制全世界。伫迄当阵，7成5的物种拢被摧毁的情形下，地球的生态系统是安怎恢复的？美国科学家伫科罗拉多自然保护区找到线索，是保存了正完整的化石。And I picked it up and looked at it, and as soon as I looked at it, I saw these teeth that were just smiling out at me. And I just almost had a heart attack. 这粒正清楚的人看到动物喙齿的化石，年代差不多是大灭绝时期了的100万年之间。美国丹佛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团队重新登到这个所在，大规模研究，专门找这种甲有机物质包伫咧中的两型化石。We found, I think, 5 or 6 mammal skulls within about a 10-minute time span. 研究团队分析几落千件伫咧同一个所在找到的化石。其中，这种包括16种哺乳动物加233种食物。One of the remarkable things is how resilient life is if you leave it alone. So after this mass extinction happened, life rebounded pretty quickly. I mean, we had things. We had a pretty diverse ecosystem around 100,000 years after the mass extinction. 研究人员证实，因所发现的化石内面有一种伫咧大灭绝进前就存在，是颌鲩科的哺乳动物，体型只敢若浣熊这么大，也毋过即马已经绝种。无了恐龙的威胁了，本来体型拢较细只的哺乳动物开始演化变大，伫70万年之间，体型大了100倍。人类的祖先智人是到30万年进前才出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中国各台办公布对台26条措施，提供台商甲咱台湾人会使甲中国人有同款的待遇。总统蔡英文认为讲，中国想要实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空上芳，嘛想要影响咱明年的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初过几天伫咧屏东高雄的行程真多，并对中国提出对台26条措施。蔡英文认为中国干扰台湾总统大选的意思相当。那这个就是是为了要实现他对台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所提出来的哦。当然他的用意哦，我们也很自然而然想到他这个是要意图来影响我们的大选。蔡英文认为，无论是废台31条，还是讲上新的对台26条的措施，拢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对26条的台语音来讲出伊的想法。所谓26条，真的是我们如果用台语念念看，就知道台湾人一听就很不高兴，因为26条就是26条，就是压迫，而且还抓牢牢，所以台湾人会一听就知道这歹代志。苏贞昌强调讲，唔通去互中国外口包甜甜的毒药骗去。对台26条措施，像讲海外领事业务方面，嘛开放台湾民众会当向中国驻外使领馆要求领事保护甲协助，甚至是申请旅行的文件。外交部回应讲，中华民国的护照加较好用，而且民众若是申请中国护照，会违反台湾的法规。基本上他们的一个文件我们也不承认嘛，所以他们做的一个文件认证，在拿回来以后，我们还要经过不同的一个手续再去做一个处理。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的国家，那政府呢对我国的国民行使这个相关的领事权呢，跟中国无涉，我们不需要也不会去委托中国政府代为行使。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1条的规定，台湾地区的人民袂当伫中国地区有设户口，也是领护照，而且根据护照条例第25条，身份若是换做中国地区的人民，中华民国的护照得去用废掉。而且外交部嘛讲，中国推走26条上尾的企图，就是想要消灭台湾，台湾人一定爱知影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针对中国国台办26条的对台措施，韩国瑜无正面回应，伊甲焦点放伫咧两岸关系。伊即马讲，两岸的关系真紧张，害咱台湾行袂出去。到苗栗行透透，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两位南下立委参选人以及前后镇县长徛挥牌，营造大团结气势。台湾安全。
规工伫苗栗争取客家乡亲支持，地方大佬也出面相挺，对中国国台办提出对台26条措施，伊无正面回应，各将炮火对准蔡总统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紧张得不得了，对外交关系我们是寸步难行。我们整个西南向这2、3年，除了撒了大笔的钱之外，一事无成。我们的内部纷扰无比，我们的经济这么的萧条，民进党是用阿拉伯数字来骗。韩国瑜认为，即马台湾出真侪问题，也行不出去。佮胡兴最近提出的学台政绩，认为应该加强培养人才，下步到公馆参加企业饼加工产业。外界讲到李家芬的武器政策政绩，以批评民进党把握造谣。那这些母语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掉。可是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课程的时间是有限度的，它的规范是有一定的规范。所以我们希望在学校能够中英文并重，这个跟消灭母语一点关系都没有。韩国瑜讲，家己甲太太关系被误解，强调希望教育营中英文并重，强化双语教育，甲消灭武器无关系。另外，外籍移工受限专区行政长苏贞昌批评是歧视，韩国瑜反对党批评苏院长过度延伸，为港地苗栗抢攻客家票，异地攻防炮火也真明。记者综合报道。有网友伫面册黑白讲郭台铭老母已经过身的假消息，郭台铭昨昏专工去刑事局提告，讲这款恶质的行为伤超过。另外，针对中国国台办宣布26条对台措施，郭文哲直接讲，这就是统战。中国国台办宣布26条对台措施，台北市长郭文哲伫议会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时阵，直接讲，这就是统战。反正这个就是统战嘛，就是统战了你对他就是统战，所以你也不支持统战。我们要验护了。因为风声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要参选2020抗总统，刚好要相挺，郭文哲唔愿表态。你会不会支持宋楚瑜选总统？我是觉得太辛苦了，他选第5次哦，伤忝啊。迄今为止，柯文哲没有表态，你要这样讲啊，标题要这样下。若是宋楚瑜讲有想要参选的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阁是国民党员，为着避免互国民党安罪名，甘愿掠掉总统参选的门票。郭文哲敢若讲，政党的老先辈敢会安尼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进前宣布无要参选明年总统大选，但是有关互网友搁大家甲伊诽谤甲伊骂，顶个月已经透过幕僚报案，但是嘛是有网友继续散布郭台铭的妈妈过身的假消息。郭台铭初5亲身去刑事局提告。就算我不参加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黑锅的言论也就没有停止过。谁没有母亲？更何况我母亲是我最大的支柱。国民党的立委，你可以诅咒我被车撞死，但是任何人不能诅咒我的母亲。郭台铭批评拿力量党无要管，放任支持者激化对立，煞造成网络霸凌的事件一直发生。不过对网友的政治立场，郭台铭是讲无清楚，交予警方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4暗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伫上海见面，这嘛是习近平伫咧反送中运动发生以来头一摆公开肯定林郑月娥。不过习近平嘛宣布讲，接落来要处理香港的手段会愈来愈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初4伫上海见面，这场听讲是临时安插的会见。习近平表达对林郑高度的肯定，敢若是想要破除进前有要甲换掉的风声。中央对你是高度信任的，对你和管制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习近平强调止暴制乱，佮讲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甲基本法。伫咧面临一系列反送中的抗争了后，即马习近平公开的呼吁，会当讲是互港府团队一粒定心丸。Chief Executive last night in Shanghai underlined, in fact,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President see himself attached to Hong Kong's importance for Hong Kong. 习近平伫咧这个时阵接见林郑月娥，学者分析，北京政府嘛是需要林郑月娥来执行止暴制乱的工作，嘛避免影响港府的威信。更加重要的是，习近平宣示，伊嘛是有香港的掌控权，所以来维持稳定的力度会更加加强。林郑月娥现在剩余价值就是说，帮习近平彻底执行
镇压香港的这个政策方向嘛。他想要维持一国两制的表象，达成一国一制的实质嘛。那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把港府彻底的傀儡化，然后港府跟香港的警察成为北京的白手套。吴瑞仁强调，四中全会已经确定香港未来的方针，就是要维护国家法律制度和执行，刷倒来对香港处理抗争的手段，敢若会更加加强。这方面嘛是要展现习近平的权力，刷倒来区议会选举，民意到底对政治现况有啥物改变，会是香港局势重要的观察点。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去关心南回公路大东安肃甲屏东草埔磅坑这段工程，打算年底会使通车，安尼当减少半点钟的车程。延阁公路总局讲，为着安全，第一阶段敢若车会使去哩，重型机车袂使去哩。南回公路大东关安肃甲屏东关草埔新起磅坑工程4.6公里，才咧为年底通车做最后准备。连接安肃省道高架路段已经完成双向4线道铺点架。公路局有估新起磅坑甲高架道路通车后，应减少南回公路30分钟的塞车时间。不过公路局考虑磅坑内底真侪无共款的车驶做伙安全性，通车了后暂时无要提供重机上路，只提供小客车甲大客车通行。大型的车辆，因为它的视线的死角也比较多，那对于有关重机骑士，可能它的这个防护可能就比较不足。重型机车被排除在外，道人积极，常常有新的重要道路通车后，重机拢被限制通行，这是侵犯因的路权。你现在明明比照这个轿车来收不管燃料税、不管牌照税都是一样的，那当然我们有权要求说，那我要跟轿车一样啊。什么时阵才应予重型机车行草埔磅坑？公路局表示，初期必须先观测实际车流稳定性甲交通事故发生的类型，这状况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较长的时间。但相关安全性评估了后，会考虑重型机车纳入第2阶段开放通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桃园的苦楚港湿地是咱北台湾上大片的海岸湿地。当年新历的9月份到过当年的5月份，都有千多只大鸟会飞来过冬。同市政府即马甲野鸟学会合作，经过专家的小解，要互乡亲更加了解大自然变化可贵。黑尾鱼、白灵犀，阁有环景恒，伫咧湿地真悠哉。一林民众提望远镜，对导览老师来到热门的景点赏鸟，听老师介绍各种鸟仔类和因的特性。参与的民众除了真欢喜，嘛拢有真侪收获。经过老师解说以后，我会更了解一些不认识的。最基本的就是大白鹭跟小白鹭，以前我常常搞不清楚，我就知道它叫白鹭鸶。参加这个课程，然后最主要是欣赏鸟。经过老师的介绍，然后我就觉得生态很重要，保护环境，让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苦楚港湿地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嘛是北台湾上大的海岸型湿地，有钓竿地、蓝土地、沙洲、毛鼻啊、甲龙田等等，是号召南迁北返重要的栖息地。每年的9月到过当年的5月，拢会当看到上千只水鸟伫咧食。冬候鸟啦，或一些过境鸟啦，都会在这个时候，然后会在台湾出现，然后吸引大家来对于我们环境的一个关注。边陲地带来从事一个所谓的野鸟观赏的这样活动，可以在不烧鸟、水鸟的情况底下的话，能够让环境教育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推动。未来的希望推动的方向是能够把水鸟湿地形塑成一个水鸟湿地乐园。目前当是过冬鸟迁徙的季节，甲定来看到的有大白灵犀、小环景恒、尖尾鹬、黑尾鹬、乌面腊杯等等的鸟仔类。市府海岸管理处嘛和野鸟学会合作，希望透过专业导览，互更加侪民众了解水鸟的生态，进一步达到保护环境生态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遮英国有一间万有纸厂，因为破产，厂房全囥伫遐趴远已经10多冬啊。经过敲测，按算明年要找新的公司来用这个厂房，因为这个所在地目是工业用地，所以地方中议员较烦恼讲会去引导污染较重的产业。北港万有纸厂捌是台湾3大纸厂之一，厂区占地15公顷，不过因为生理歹化破产，崩败10多冬。
即马是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甲土地厂房合作单一产权，今年开始开发，要加起做工业区。明年度即将开始再重新招商，所以如果这个甲种工业区还是维持原来的土地使用的一个管制的话，那周边的居民其实是非常的担忧啦哈。在地议员表示，卡苏万有专厂的土地是加急的工业区，未来会当引进化工业、重工业。不过，即马我主题区恐惊有污染的问题。云林县政府表示，已经和北港的公所讨论，希望透过都市计划改变用地的规划。目前因为它是属于私人的产业了哈，那目前就法规面，它要去做招商标售，这个目前县府只要在合乎法规的程序上面，县府也没有办法做过度的干涉了哈。那我们所以只好透过这个土地管理的方式、土管的方式，把它变更作为相关的这个用地别。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甲北港的镇公所来检讨，希望甲这块加急的工业用地转做乙级，不过需要内政部都委会审定通过，才会当公告实施，互污染较低的工业入来，避免民众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外埔忘忧谷风景真水，而且边仔还有一条脚踏车道会当骑铁马。附近路长的一条路是真罕的看到便所，所以台中市政府伫10个月前有伫遐起一间公共便所。不过，这间便所甲搭铁链仔甲门锁掉咧，拢无要对外开放，引起地方的不满。地方是质疑讲，起便所无爱放用来看水，到底是啥物意思？要求政府赶紧开放。台中市甲后线自行车道的公共便所，原本是提供要互来外埔区忘忧谷佚佗的游客和民众使用，结果门煞去互铁链仔锁掉咧，门顶阁去互人打标语，考西台中市观光局讲这便所只是互人看水的尔。很难想象一个观光区没有厕所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在里面来拢有便所。找便所就大家来拉卡电来欢迎。这个公共便所10个月前完工，不过到今拢无对外开放。地方民意代表请相关单位到场厘清原因。现在目前因为没有水电问题啊，我们在跟相关局处来协调，尽快来把它让它供水供电来开放这样子。市议员强调，因为外埔区忘忧谷是当地真出名的观光景点，后个月日期周末适合的时，就会有济游客来这行搭，所以希望观光局紧让便所正常运作，通好开放给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古宁头战役70周年，为着要纪念这一场影响咱台湾的战争，金门的国家公园也有金门战地史迹学会特别举办找找古战场的活动。这一段路有3公里外，咱即马做伙来行一转。这个中间这一段的战场，其实是古宁头大战最主要的登陆区。导览员解说等下要带民众走找古战场的路线，80多人做伙为龙口海岸出发，行过东一点红海岸和西山靶场等等的所在。听导览员讲起，1949年解放军对金门发动攻击，台湾经过4天攻防，落尾总算打赢古宁头战役。捌伫金门服役过的人士也行伫咧队伍内面，想起当初时伫遮做兵的代志。那时候我们是守在那个机场附近，对，那这个海岸是属于比较面向那个敌军的方向，对，所以平常是没办法到这个海岸上来走的。金门县政府为着感谢老兵守护土地、保卫国家，以行动导览的方式纪念古宁头战役70周年，让民众认捌台湾的军事和闽南文化，也了解前人替后代拍落来的基础。然后希望让这些来听讲的学员们能够了解金门过去的这段历史，也让大家去珍惜说，其实和平是相当的可贵。透过导览，民众和捌伫咧遮做兵的人，斗阵回忆永存金门经历过的古宁头战役，也让后代了解和平的可贵。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宝贝啊，咱来关心外送员的流动权益。立法院伫昨昏有办公听会，有律师就表示讲，伊亲身去体验，去印证去印某一个平台外送员的课，发现讲对服装到排班拢爱听业者的指示，外送员根本就是辛劳，毋是来冒工的。另外，伊嘛发现讲外送员之间会互相检举，学者嘛讲，虽望这成立职业工会会使治标，也毋过无法度治本。劳动部顶礼拜公布5间外送平台甲外送员有雇佣关系，毋过敢若采取个案性的认定。再去立法院搁来举办公听会，讨论要如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有律师亲身体验某一间平台的外送员了后，观察到业者对外送员指挥监督的代志是真确定的。平台对外送员宣称又说，你没有时间跑的时候可以不用跑，可是如果你有选时段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请假或者是提出换班。我自己去算是体验之后呢，我认为说这个人格从属性的部分是相当的强烈啦。律师指出，有真侪保全工地合作来监测外送员，要预防外送平台这个产业是无啥可能。毋过政府应该想办法防范业者要安怎把成本风险转互劳工，还要爱有辅导外送员设立工会的方案。学者指出，地方甲中央政府确实拢有鼓励外送员加入去职业工会，虽望会当解决一寡问题，毋过伊观察到有无符合本业的工会，嘛伫筹备甲招外送员的状况。比如说，我听到有某百货零售职业工会，早在7月以前就在官网招揽广告。我还听过有大货车的驾驶职业工会也在招揽，到时候万一加入以后，外送员发生车祸事故，要去劳保局申请这个给付，我看劳保局它的内规审查很严格，恐怕是不会准的。学者建议，各级政府宣传辅导外送员加入去工会的时阵，爱先查清楚工会职业别。若是平台业者家己讲甲外送员敢若承担关系，外送员职业工会敢是真正有协商的资格？学者基南山人寿工会来举例，企业主张甲保险员敢若承担关系，毋过依法南山人寿共款来袂当拒绝协商，所以外送员职业工会伫咧团协法的方面，应该爱有协商的资格才对。记者综合报道。有为少经济较弱势乡亲，会靠扣字纸、扣资源回收来赚钱。为了照顾这人，环保署推出资源回收关怀计划，用较好的价数来收，甚至有环保局的人专工去厝内来收。住伫桃园龙潭的地厂主，为着要照顾身心障碍的查某囝，规日来拢靠扣字纸伫咧卫生。毋过车祸受伤了后，煞造成伊只手揪去，行动不方便。最近伊加入资源回收关怀计划，伊收来的物件，环保局会用较好的价数收购，甚至讲搁去伊的厝里车走，一个月上悬会当领到3500。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多钱啊！有人好几次，人家给我钱，我拿回收，人家给我钱，我不用，我有钱在车上。我配合不到这个，所以就是靠自己这样。对。这个计划今年度到10月底已经补助2126人次，10月份的资源回收量比1月到7月平均成长3.8倍。环保署表示，这个方式会当增加回收的管道。所以现在环保署要兼做社会福利的事业。环保署的最主要推动这个的是希望开辟第2的回收管道，主要目的是提升这个低回收率的应回收物质。环保署表示，60多项公告应该回收的项目当中，有12项回收率较低。伫咧这项计划当中，电动等废纸容器，环保署补助的单价是回收商收购价的12倍，回收率较无3成的键盘更加是30倍。透过高费率来成个体户加做一寡回收。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市这几档伫咧推设食物森林，今年底要重新开放的新竹市立动物园内底嘛有一座食物森林，内底种的菜色毋是要种互人食的，是要种互动物来食的。古锥的杨梅啊，当在食番薯叶啊。这款菜拢是园区的食物森林家己种的，这是全台湾第一座甲食物森林的概念引进的动物园。园区内底种真侪菜色甲果子，未来当提供予园区内底的动物来食。6位黑肚绵羊、桂鱼、绵羊妹妹哦。吃得太饱。那这些是什么叶子？地瓜叶、动物在这边呢，它吃到的是在地、真正在地
种植的食物，所以这个意义呢，虽然这个意义是教育意义大于量的意义。食物森林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城市绿化，同时佫会当顾到食品安全。 各会当达到永续甲循环的目标。最有机养生的一个食材，最新鲜的食材，从动物园现采现摘现喂给动物，我相信这动物也都会非常开心。另外，伫动物园的食物森林内底，各会当看到真侪模仿生物栖地设计，无用安稳土的做法，互土肉保持湿淡，嘛互汤拖有会当大的所在，落实动物园尊重生命的环境教育理念。记者综合报道。 古早人讲大只鸡慢啼，也毋过即马即款观念爱改。厝内囡仔发展敢有比别人囡仔较慢？一般做爸母的，拢会先看囡仔讲话反应，若是感觉怪怪，就会赶紧去互医生看医生。啊，毋过现此时，咱全台湾语言治疗师的骹手有较欠，有的爸母要等因来甲这囡仔做专业的判断，也是要治疗的时，已经过黄金时期啊。 早疗中心的语言治疗师当咧甲囡仔单独上课，透过简单的图片来教因认知和口语发音。啊，毋过像这款专业的语言治疗课程，伫咧全台湾的早疗机构当中，人力拢无够。可能等有半年以上。对，是跟当初比起来，的确是有蛮大的改变。非常有帮助啊！如果像他语言能力也好了，可是如果不发现的话，我们都不晓得他情绪这块是有问题的。一般我们像我们亲友看到他，我们不讲，他们都不知道。嘉义市推广早疗机构的服务已经120档，伫咧照顾过的15000个囡仔当中，有3成因为早疗的课程，即马已经正常咧上课甲生活。啊，毋过嘉义市社会处表示，台湾目前培养语言治疗相关人力的教育环境无济，所以有相关需求的家庭需要等待。 那目前呢，全国包含了我们嘉义的这个现象是语言治疗师有严重不足的现象哈。在整个台湾，我们大概整个语言治疗师的这个培育的大专院校大概是只有6所左右而已。所以每年如果小朋友他们有语言发展哈，尤其是语言发展迟缓的这个孩子，其实他们要等候的这个接受早疗的这个时间等候期是比较长一点点的。 除了语言治疗师的问题之外，早疗机构阁有发现家长因为唔愿意面对囡仔发展较慢的问题，转而失去治疗上好的时机，所以因嘛要呼吁家长，若是有任何囡仔发展的问题，莫家己面对，拢会当利用这个资源来找找专业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对高雄出头天的乐团青提乐团4年来，因甲城市产业、甲身躯边的环境一寡改变，拢写做一首搁一首关怀土地、疼惜故乡的歌。夜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咱来听这个乐团唱因对故乡的爱。 青提乐团一向拢正关心土地，但是和过去直接的文字无同。经过2档的磨练，伊嘛变甲愈来愈定着，对身躯边的事事行行有搁较侪想法。较大汉了后，可能伫咧写歌顶面就较有转变安尼啊。毋过对社会的关心，对环境的关心，我感觉是无变侪嘛，无变少的。 自唱10是乐团主要的词曲创作者，青提乐团这个名，伊讲其实嘛是因为对环境议题的关心。听到阿嬷讲的故事了后，就感觉足感动，所以就把这个感觉写落来安尼。譬如讲，因咧青春的期间，其实有介侪故事，啊，毋过即马你就变一片货柜区了，其实你会感觉就感慨。 目前乐团的成员分别住伫高雄甲台北，因为表演定定国内国外世界奔波，但是对因来讲，伫对表演舞台大小拢毋是上重要的代志。认真甲每一场演出做好好势来，才对得起歌迷，对得起家己。就是尽量表演好啊，平常时加练啊，就是阮就是尽量做甲上好安尼。 一般来讲，独立音乐的资源一向唔是介多，搁较免讲是台语乐团。不过面对未来甲市场，青提有家己创作的铁盒，会坚持家己的理念，勇敢拼落去。记者陈怡真有严总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到26度。接下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